谁？多谢曹前辈援手。西楚罪臣曹长卿，参见公主殿下。卢白洁要杀殿下，是为报仇，合情合理，所以臣拦他，但不杀他。然而，殿下千金之躯，徐凤年却当作侍女，此等羞辱，臣感同身受，无内如焚。殿下流落敌手至今，臣未曾得闻，是为重罪。有幸今日重逢，就用徐凤年人头替殿下解恨。你认错人了。殿下也许忘了，臣在宫中做齐诏的时候，见过殿下。虽然年数已久，可认错天下人，也不可能认错公主殿下。公主，您慢一点。小公主，慢点儿。齐战叔叔，你快来追我呀！小公主，别摔着，我来了。齐兆叔叔，殿下稍待，臣先杀此人。齐兆叔叔，他待我不错。殿下被蒙骗了。你不该在这里。你认识我？你母亲是大楚3000剑士之首，我自然见过你。晋安王把我当作棋子，刺杀徐凤年，但是徐凤年并没有杀我，他对殿下真的不错，并非欺瞒诓骗。若不是两人都为你说话，你已经死了。殿下还活着，实在是天佑我大楚。是父皇求徐骁留我性命。就凭这一点，我可以饶徐骁一次不死。你真有这本事，这些年怎么从没去过北凉？兵者必时急需，北凉为兄弟，不可轻闯。你连皇宫都闯了，北凉之险，远胜离阳皇宫。你怕北凉？若知道殿下在北凉，我早就去了。殿下，这些年您受苦了。我其实还好。殿下看看还有什么要带走的？带走？带去哪儿？当然是随罪臣归楚了。西楚早就灭国了，可楚人犹在。这句话说的不只是你吧？当然，不仅仅是我。大楚幸存之事，已然汇聚蜀地，如今蜀地纷乱四起，这些人都是您的臣民，他们绝望已久，他们在等公主带他们回家。不行，我不放人。我没问你，他是我的。谁是你的？让开！他要将你，我没让。换成是你也一样。我曹长卿要带人走，天下谁能挡我？两袖青蛇，李淳罡。我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，不用你说，
您不是被留在卢家了吗？你以为我老人家那么容易被骗呢？你一直都在。对上卢白金的2刀，马马虎虎有点样子，之后就乱七八糟了。带一边去，回头训你。今天就算是王先知亲临，也休想拦我。你老了，说这废话。齐赵叔叔，殿下，能不能不要动手？曹长青，听凭殿下吩咐。齐赵叔叔，我能不跟你走吗？公主殿下，如果您留下，只能是一个侍女。这样的身份，他会娶你吗？我没说要嫁他。等一下，既然不打了，要不别站在这儿说，找个地方进屋说。也好。楚国义士潜藏蜀地，苦等公主久矣。徐凤年极有可能是下一任北凉王。黎阳皇室应该会送一个公主给他。北凉虽强，但终究臣属黎阳。江宁走不走跟徐家有什么关系？公主若随我入蜀，便是民心所向。待聚拢旧部，便可重归西楚。而黎阳多一个外敌，北凉地位更加稳固。其次，成了楚国女王，你才能真正和徐凤年身份相当。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曹前辈，我能说2句吗？第一，养寇自重的事儿，我北凉不会做。第二，北凉秣马厉兵是为了守天下太平，从没有想过叛乱谋逆，让刀兵再起。如此迂腐单纯，怎么能做北凉王？视人命如草芥的大人物已经够多了，我偏要做一个有底线、会迂腐的北凉王。公主怎么选？我没想过做大人物。不是大人物。您是西楚人最后的希望，公主忍心看楚人就此沉沦吗？为什么一定是我？您身上流淌的血脉，为您带来荣耀，也生出责任。公主，王族无权逃避。够了，不要逼他。世子若交还公主，我可以替你杀陈之豹。江离不是筹码，不管你给我什么，我都不换。你想强留公主？她自己的命运，让她自己选择。你想过回家吗？做梦都想。楚国亡了，我们这些人就像浮萍断了根系，从此无依无靠，再也寻不到归处，也寻不到去路。若能与楚人重聚，家乡也就不远了。但是殿下，这不重要。不重要。你有你自己的人生，你不欠我们，因为你不仅仅是公主殿下，你还是我的朋友。公主，我尊重您的选择。
我和你走。江宁，其实我习惯了当一个侍女，每天读书赚钱，几枚铜钱，买些胭脂水粉，我就能开心好久。偶尔偷吃糕点也不会让你发现。这样的生活很简单，可是我很喜欢。喜欢就留下。可是齐兆叔叔说的对，我有我的责任。太多人期待着我的出现，期盼着绝望里能看见光明。我经历过绝望，所以我知道这一点光明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。我是江妮，是你的侍女。我也是西楚公主，王族血脉。罪臣曹长青民女于幼薇拜见公主殿下。我的第一个命令，就是你们二人以后见到我无需下跪。公主，礼数不可废。齐兆叔叔，你要抗命吗？罪臣不敢。公主，我们这就启程。我会离开，但不是现在。殿下何意？江南下一站是龙虎山。是。这次东行除了武帝城，最危险的就是龙虎山了。我想先与他同行，等离开龙虎山，我就随齐兆叔叔西去。我不是为徐凤年，徐家毕竟护我性命，这恩情该还他们。但是殿下，有2个问题。齐兆叔叔，请说。第一条，我已然落面，殿下就不可能再光明正大的和徐凤年同行，否则真成了北凉和西楚联手，烈阳皇帝不会放过徐家。那我假装和你离去，然后一路暗中随行。也好。第2条，这徐凤年怎么办？把西蜀公主藏在身边这么多年，徐家怎么向皇室交代？这倒不要紧，这么些年我一直在尝试刺杀徐凤年，一查就能查到。由此推断，很容易得出我一直在隐藏身份、蓄意报仇的结论。殿下一直在刺杀徐凤年，为什么？因为楚国公主的命还是挺有用的，为什么偏偏让我活着？关键时刻是拿我的命换东西。我以为徐骁会要我性命，所以从小就试着刺杀徐凤年。就算徐骁居心叵测，那跟你杀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男人都是笨蛋嘛，这还不明显啊？江妮知道自己会死，所以不停地刺杀你，是为了让你恨他怕他，是担心将来自己有一天真死了，你会难过啊。你的刺杀从一开始就是因此而起。先不说这个，我刚才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：若徐骁真要对我不利，那他会这么凑巧让我偷听到吗？我觉得不会。我也觉得是。我觉得徐骁是故意让我听到这些话的。还有，我一次次刺杀他，真的能瞒过徐骁吗？他为什么不阻止我？你还记得你说的话吗？徐骁常说，为达目的不惜代价。这一行，你们2人恐怕就是代价。我一开始是以为徐骁会把你们交给卢家，可现在想想，齐兆叔叔出现，如果我们跟他走了，那这么多年的刺杀就恰巧为徐家打消了猜疑和隐患，有这么巧吗？因为有你们在，所以刚才他没杀我。
我和于右威真正的作用，其实是在这里，而不在卢家。曹前辈，你为何会来阳城？我是为了殿下而来。你怎么知道江妮在我身边？我不知道殿下是否还活着，但我找到了这个神符。对，神符是西楚重宝，我在路边的商贩手里发现了它，于是顺着线索，一路找到这里。神符不是在您手里吗？被人借走了。谁借的？王爷想借前辈一样东西。魏爷爷跟您说是徐骁找您借神符。魏爷爷与我同行，原来是为了这一刻。是徐骁设计一切。今日之后，你被带走，楚国公主再现，黎阳再生大地，而北凉的地位就越发稳固，飞鸟不进，良弓不藏。徐骁故意容忍公主刺杀，就是为了以后让全天下都知道徐凤年和公主势不两立。如此一来，皇室更加放心。这世袭罔替的北凉王不给我，还能给谁？这一切，都在徐骁谋划之中。这布局甚至从小时候就开始了。徐骁啊，是个好棋手。你不是官子无敌，棋艺无双吗？怎么这会儿倒成了人家的棋子了？西楚覆灭，上一盘棋已经走到绝路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没有再做过棋手。如今寻回公主殿下，重新开局，且看我与天下英雄失手。殿下，该走了。先造成您被我带走的假象。龙虎山之后，我才会真正离开。就这么走了，有点假。哎，想说什么就直说吧，我懒得猜这么话里藏话。既然遇到剑神，怎能不领教一番两袖青蛇呢？齐赵叔叔刚刚出手，今日探听虚实的人必定不少。等过了今夜之后，我再偷偷回到车队里。殿下有没有想过，徐骁是故意把你留在徐凤年身边？你和徐凤年从小到大的羁绊，还能真吗？可人心不会假，就让我陪他走完龙虎山这一程吧。殿下，如果徐凤年在龙虎山遇险，救还是不救？为什么不救？如果我出手救他，就等于告诉全天下，徐家和西楚并非仇敌。到那个时候，徐凤年可就没有退路了。曹先生武功高，棋艺高，学问也高，就是对这女人嘛，不太了解。何出此言？徐凤年没有退路才好啊，到时候殿下就能把她一起带回西楚啦。齐赵叔叔，我想吃猫。你不要这么残忍吧？还乱说话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以后说话小心点，不然你家猫后果可不好说。偷偷说两句行不行？最好别让我听见。喂，你等等我。喂。起风了。有问题？江妮，小声些。是曹长青引起风沙。是我让齐赵叔叔掩人耳目，我才能偷偷溜回来。我还以为曹长青不会让你。如果你遇到危险，有江离在你身边，曹长青才能可能出手救人，懂吗？我是回来要钱的。当你侍女这么多年，我要走了，你总得给点安家费吧？
等你真走了，就给你。我跟齐兆叔叔说好了，等你平安离开龙虎山，我就真要去西蜀了。不过，齐兆叔叔也说了，我们在西蜀对北凉是好事。我宁愿你留下来。留下来被你使唤吗？好啦，你留意着点，除了身边最信任的人，你可别让别人知道我又回来了。于有为呢？他在齐兆叔叔身边。齐兆叔叔说，要把西楚各路义士都给他交代清楚，以后他就是我的直属女官了。殿下没被发现吧？如果杀了徐凤年会怎么样？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杀徐凤年？公主要走自己的路，就不能有情感羁绊。孤家寡人，才能成帝王之业。胡扯！我说错话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了，那就不杀徐凤年。有李春刚在，杀不了。你被人设计，陷入了梦，谁干的？问题就出在这儿，我想不出来谁有这手段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他是笨蛋，又不算真的闯过江湖，对功法手段不了解也正常。那你呢？你可是剑神，你也没头绪。我在清朝廷底下躲了这么多年，这些年来江湖上多了哪些高手，我哪知道呀？那我晚点去问齐兆叔叔。那女刺客呢？当时为什么不动手？我总觉得他的目的未必是杀我。现在回头想想，那2次重伤，真的是害我吗？那次之后，我破而后立，把真气强行吸收，将大黄庭推至4重。再之后，就是杨城。要说呢，祸福相依，这伤啊也算来得及时。在阳城，我杀琉璃亭本该会有后患，但偏偏这次刺杀让卢家进退两难，反而借伤势将危机化解于无形。这2次刺杀，带给我的都是好处。所以你认为他是在帮你？今天日出之前是他杀我最佳时机，但他却没有动手。难不成又是许萧的布局啊？不知道啊。经过这次东行，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看不透许萧了。干嘛？那女的你认识？轩辕清风。龟山捕牛大港上的轩辕世家。就是江东轩辕。你也知道？当然知道了。轩辕世家有着数百年的基业，天下江流水运皆在轩辕门下。轩辕家还有个老怪物轩辕大盘，已是天象境。金刚指玄天象，那不是跟王仙芝一个境界了？轩辕清风，那不是轩辕家嫡长孙轩辕敬城独女吗？你怕他？怕是不怕的。那你躲什么？也就是之前3年游历的时候，跟老黄遇见过他。你把他怎么了？这不当时还有个温华嘛，他就是看见轩辕清风长得不错，夸了2句。怎么夸的？也就是什么魂魄形状啊，利于生养啊。温华说的。然后这轩辕清风他不讲道理啊，他追着我们打，就这么点小误会。江湖儿女嘛，
应该大气些啊！人家没杀你就够大气的。魏爷爷，远远跟着前面那队人马。明白。你这什么表情？不是躲吗？跟着干嘛？轩辕家有用啊！轩辕家族掌控天下水脉，辉山跟龙虎山一江之隔，仅凭一个世家可以和龙虎4天师分庭抗礼，多高的地位！所以徐骁让你联姻？绝对不是。实不相瞒，这一行轩辕家本来就是要去拜访他，倒是遇着这轩辕清风是个意外。看这方向，他也是去辉山。他们家掌控天下水脉，他怎么不坐船改骑马了？要不你去问问？你们是谁？我家公子是来救姑娘的。阁下是谁？人家问你话呢。要不然我不露面。那你费劲救人家干嘛？你想啊，当年我也就是夸了他几句，而温华也就是夸了他几句，他就追着我们打了几条街。这如今我救他一命，也算是扯平了吧。多谢阁下相救，还请当面道谢。是你？你给我站住！老黄，放弃！温华，姑娘，你听我解释，这好屁股、好生养，那都是夸人的好词儿啊。看什么看？哎，不只是屁股，你看这腰也好，杨柳水蛇、黄蜂，这都能对得上。好身材，好曲线。杀了你，臭流氓！哎，轩辕姑娘好呀。哎，等等，姑娘你记错了，当时怎么是我一个人呢？明明还有一个老黄，还有一个温华。那些话都是温华说的，我最多就在边上竖了个大拇指，帮了个腔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你，姑娘，我也是交友不慎，咱们都是受害者。你还敢出现？这不有缘吗？后会有期。蜀修，魏爷，放心，他逃不掉的。你到底是谁？就差那么一点儿，都不知道怜香惜玉，姐姐白疼你了。那要不我来心疼心疼姐姐？小嘴真甜。又跑了，逃袭到老娘头上了，就在前面，追！你是北凉徐凤年？我这个身份人人喊打，用不着假扮吧？刚才要拦着你那个人是谁啊？与你何干？看来是有人不想让姑娘回辉山，不如同行。
这一路可不好走。你许潇儿子？姑娘是彩礼清楚这关系？这么看来，是有些像。姑娘，你说什么？你也上辉山？我去龙虎，一江之隔。刚好，同行一段。哪儿去了？过河了。多谢前辈。这是剑法还是暗器？36天罡桃木剑阵。桃木剑阵为什么用玉剑？这不显得贵气吗？把人给世子带去。好。不可能啊！我这全力一掌，就算不死，也不可能这么悄无声息的逃走。别装了，你又没晕。我真要杀你，刚才就不会救你。干嘛救我？你动刀偷袭的是北凉徐凤年。有机会联手再杀一次啊！我要是不跟你联手呢？我不勉强别人。不过你想清楚，你对他动了刀子，北凉会放过你吗？轩辕家会为一个门客与徐骁为敌吗？你什么时候动手？下次见面再聊。希望你能活到那时候。你不等你的那些手下了？他们赶得上来。姑娘这么着急回辉山，是有要事在身。算是。拦你的人是谁？袁庭山，我家门客。门客拦主前，应该是我爹让他拦的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轩辕家的大事会不会不方便让我知道？会。当我没事。北凉的蛇想伸进辉山，喝水吧。不用。上是见光顾着生气了。你仔细看你的面容，有什么可看的？你这面容，我娘应该喜欢。我歇会儿。你说他是不是心智有问题？徐凤年，说真的，你是不是？还见过他娘？真没有。咱们说正事儿。前辈，你知不知道轩辕家那位老祖？啊，辉山古牛将大雪平上，轩辕大盘，和我斗过剑呢。
还活着。谁赢了？不是输过王献之啊！哎，你刚说了轩辕大盘什么境界？天象境。怎么跟我一样啊？那不是很强？境界有什么用？能打才行。小子，你想动辉山呢？轩辕家掌控天下水路，用处大得很。怎么收服？要不娶了外头那丫头？我徐凤年绝不卖身。他和他爹怎么回事？据说轩辕清风和他爹关系极差，所以常年不回辉山。他和他爹为什么关系差？他爹轩辕敬成是轩辕家嫡长孙，按理来说，应该由他执掌家业。可是现在整个辉山上下，没人把他放在眼里。为什么？他只爱看书，不曾习武。爱看书有什么不好啊？轩辕一族毕竟是江湖世家，那是长不了家业。不仅不习武，据传他性子软弱，不成大器，是个废物。那不是跟你一样？什么叫跟我一样？你之前的名声不就是跟他一样？我也是啊，我之前的名声没准比他还差呢。你小子心狠，藏得深。轩辕家族那小子搞不好也是如此。若真如此的话，他藏的可比我久。其实关键就一点，轩辕清风为什么回辉山，他爹为什么拦他，明白这个，整盘棋都看透了。我发现你自从见了曹长青之后，聪明了不少。厉害厉害，女王风范。哎，不是，我本来就很聪明啊。你家世子连饭都不会吃吗？他们回来了。世子，别抓住，这家伙滑溜得很。没抓住不要紧，沿江而下就是辉山，他也没机会拦人了。你说呢？我闲逛一会儿。请便。小子，哎，不闷吗？出来走走。你傻了吗？明面上我被齐兆叔叔给带走了。干嘛呀？这一个人待着倒是有点意思。就是这如厕怎么办呢？要你管啊！哎，你们两个别闹了，等我把话说完了再闹。您说，轩辕清风不是去闲逛，他去的那个方向藏了个人。这您都知道？这距离瞒过我的没几个。偷偷见个人也没什么，毕竟我这北凉世子名声不好。见的人倒是有点意思。您还知道他见的是谁？受伤了，3人围攻，被打了一掌，伤重吗？搞不好会死啊。这么严重？还能坚持回山？我爹给你什么命令啊？不能伤你，不能让你回山。那老祖为什么召我回山？让你如问鼎阁，受老祖亲传。
天大好事儿啊！我那叔叔都没拦我，反而自家亲爹怕我一步登天。你爹早有准备，你身边的人全是他眼线。我知道。小路更近，能早归回山。走小路。一次铲除干净，还挺顺利，莫名其妙冒出个世子。你对徐凤年动刀做什么？忍不住。什么叫忍不住？忍不住想看看，这种高高在上的世子，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？袁庭山，别真变成疯子。我爹不让我回山，总要有个理由吧？他没说。算了，反正大局已定。回山后你安心养伤，今后自会给你机会习得问定阁内绝学。好。抄小道回去吧，别让人瞧见。去吧。我在辉山等你。逛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该上路了。好。你家的船？清风归山，做叔叔的陪着你爹亲自来接你，这么多年了，也该回来了。老祖宗要收清风，谁也拦不住。声音最大的那个就是你三叔轩辕敬轩吧？听说这么多年，轩辕家一直由他执掌家业。别的不说，嗓门不错。多谢徐世子，告辞。这就走了？徐世子，辉山不会跳进浑水，也不会依附北凉，就此道别。黄门儿，这看什么呢？大哥。送你女儿回来的这小子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未曾见过。想必又是借机讨好辉山的江湖子弟。清风，黄门儿，黄门儿，哥！哦，这是对兄弟啊！这么巧，还真是小王爷，他不是怕水吗？哥！前辈，送我一程。嘿。
没想到老夫的两袖青蛇竟然成了坐骑了。收钱啊？嗯，租牛租马都要收钱，你可别便宜他。哦，小丫头。哥，哥，不是怕水吗？已经不怕了。山上啊，有些山楂已经熟了。自打那天起啊，这孩子就天天在江边等你，等着等着，他就不怕水了。了不起。啊，哥，有鱼。咱们入乡随俗，吃点斋饭就行了，别让你师傅为难。没事，老道士师傅不为难，他会做鱼汤。哥吃鱼。哼，这天天吃斋菜也不是个事儿啊！上龙虎可别提鱼的事儿啊！好仙，没人提鱼。哎呀，把鱼放下吧。赵熙团，龙虎寺天师。我听说赵熙团收了徐骁的儿子当徒弟。徐凤年。哎，用不用等他们？咱们先走，他们会跟上。好嘞。你的女儿怎么会认识北凉世子？我也不知。走了。回山，清风离家数年，今日归山，我也是放心了。与你同行的是北凉徐凤年，是。与他是旧识，之前见过一面，不算熟悉。是吧？不熟还送你回山啊？或许是顺路吧。顺路，清风啊，咱们轩辕家传承数百年，可不能把命脉交到别人手上。三叔高见。二叔。清风啊，你还真有面子。你二叔平常可是不露面的。明日老祖召你入问鼎阁。回二叔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明日便去。是。你二叔全心习武，在这灰山上，除了老祖宗，就没人在他眼里。清风，将来你可是老祖宗的亲传，轩辕家说不定就想交到你的手上。三叔才是轩辕家的擎天玉柱。你们父女多年没见，好好聊聊。我去看鸟。清风，什么事？那徐凤年对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就问这个？你若投靠，可有把握让徐凤年支持你？合纵连横，书里读来的。想用我换北凉支持，让你有机会夺回嫡子长孙的世家之权？
这龙虎山是天下第一门派，怎么这么穷啊？哎呦，天师府在山上，拜山的去那边，我这逍遥观可就没这福气喽。你不住龙虎山上？人太多，活着累。再说这孩子，也不适合住在那人心浮沉之地呀。凤子营驻扎关外，随时听候调遣。天生金刚镜啊，人间警戒了。你这个弟弟啊，入指玄镜就能举世无敌，可别入天象镜。天象镜要天人归一的，这深谷怕有劫数。哈，我这弟子啊，修的是大梦春秋，可以借心法度天地劫呀。你这个做师傅的倒是用心。嫡传弟子比命还重要啊！李剑神，好久未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不太记得。我呀，龙虎的赵西团呢？鱼好了吗？哦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您再耐心等等啊。怎么连我都不记得了？不用使眼色了，江离从后院进来的。车上多个人，我还能不知道？还有谁知道？别说出去。那是自然。江离？小王爷好。哎呀，等我回来。什么情况？宁娥没见过小王爷。放心吧，我那弟子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世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多谢老天师照顾黄马。哎呀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自家弟子那是应该的。老天师啊，这龙虎山和辉山一江之隔，您对辉山轩辕家应该挺熟吧？还行吧。哎，怎么了？他想拉轩辕家上自己家贼船。这轩辕家可是名门，还有啊，这天象镜的老祖轩辕大盘，不会轻易的投效北凉吧？不急，咱们就闲聊。哦，哎，聊什么呀？聊聊轩辕家有什么趣事。哎，这倒是有些。说来听听。哎，你听它干什么？我马上就要回蜀地了，说不定有什么用呢。你就是想听八卦。夏虫不可语冰。蜀地？你刚才说什么蜀地？哦，她是西楚公主。哦啊，没事儿，咱们聊咱们的。世子，我好歹也是龙虎山的天师吧？你跟我说这个不打紧。您是黄班师傅，咱们自家人。哎呦，你就不怕把他抓起来呀？你抓吧。啊？曹长青跟着他呢。官司无敌曹长青？对啊，我家齐赵叔叔。得，咱们还是聊聊轩辕家那点破事儿吧。好呀。娘，你怎么回山了？老祖宗召我回山，是要让我入问鼎阁。若能得老祖真传，或许能让家族大权回到咱们大房一脉。你轩辕家的事，不用跟我说。若有一日，你真能掌控轩辕家大权，记得把我赶下山。你们终究是夫妻啊，娘求过你吗？好，你就不该回来的。
我为什么不该回来？你被人瞧不起一辈子，什么都不敢争，这也随你。如今我有机会夺回咱们这一脉该得的，这你也要拦吗？轩辕大盘没想授予你真传。那老祖宗召我入问鼎阁是做什么？请我聊天？他要与你双修。您是疯了吗？那是轩辕家老祖宗，是自家祖辈。轩辕大盘不是轩辕家的人。轩辕大潘不是轩辕家的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是真的，这老家伙曾经是轩辕家的门客，之后入赘回山。可他不是姓轩辕吗？入赘回山的都要改姓轩辕，结果还成了轩辕家老祖。毕竟是入了天象境嘛。他入赘的事啊，从不外传，也只有我们这些老的还知道。那如今这轩辕家族都是他的后代了啊？那倒不是，他这一脉骨血呀，经过数年的江湖争斗之后，一个都没留下，全死光了。这是防着他呀。哎，那个时候他没入天象境，自然得忍着了。那他还留在轩辕家？谁说不是啊？后代死光了，他还心甘情愿的留在轩辕家族当这个老祖，恐怕他自个儿真把自个儿啊当成了轩辕家一族了，啊？他在报复。也是世事无常，谁能想到，他能成就天象界，如今竟然还成了轩辕家的老祖。他早年受创，再没留下血脉，如今神功有成，他便有了传承自己血脉的机会。那为什么是我呀？他一直在等这一天，他要让轩辕家真正成为他的血脉。可他都这么老了，他是恨轩辕家的嫡亲血脉。怎么可能？说的都是真的。这件事情虽然隐秘，但是你二叔三叔都是知道的。那他们还让我回来，我是他们侄女啊！你为什么不告诉袁庭山，让他把真相告诉我不好吗？我告诉他了呀。什么？我爹不让我回山，总要有个理由吧？他没说。我把一切都告诉他，就是让他转达给你真相啊。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你们轩辕家可够脏的。我要下山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清风走到这一步的。你能做什么？二叔。明日老祖见你，你不能走。你应该知道他要做什么。老祖心意，不可违抗。可我是你亲侄女啊。轩辕家不能没有天象镜，有老祖在，回山才有根基。所以把我献出去。双修之后，老祖就真的与轩辕家血脉相连。这回山传承数百年，不能断了前程。为了轩辕家，你不能走，有我在，你也走不了。
都知道了。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？你不回山，我一辈子就是个门客。我进了问鼎阁，你就能信轩辕？我入赘回山，就能姓轩辕。我娶你，改姓轩辕。轩辕大盘再怎么也是天象警告人，不至于找个有夫之妇吧？袁庭山，别急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没关系。成亲之后，你爱喜欢谁就喜欢谁，我可以不碰你。你到底要的是什么？要一个机会。我这样的人，在泥潭里滚一辈子，学的也都是二流刀法，真正绝学都在你这些名门世家手里藏着。我只有进了轩辕，才有机会入问鼎阁，才有机会出人头地。轩辕大盘能成天象星，我为什么不行？笑话！你觉得我会答应你？你好好想想，要么给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添房，要么我给你这一丝脱难的机会。就一个晚上，别想太久。